来继续要来看的是台中的龙井，昨下晡失电，台电人员抢修了后，要送电的时阵，突然间爆炸，有一个工人烫着伤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台电初步来调查，当时维修了后，员工检测到设备一切正常，但是送电的时阵，变压器突然间小到爆炸。目前要咧了解到原因，嘛咧调查是毋是有公安的疏失。台电人员在检修高空变压器的时阵，熊熊爆炸，轰一声，火球和浓烟拢冲出来。从安尼，伊就出火车亮掉的。搁看一遍，当时下骹一个台电员工在咧调整高空的变压器的时阵，熊熊爆炸。这个洗出来台电员工去互变压器喷出来的油碰到边，随送病院。经过治疗，员工无生命危险。意外就发生在台中龙井油湾南部，昨下晡当地熊熊停电，台电人员到现场检修，严格在咧准备送电的时阵，变压器熊熊爆炸。油温的部分哦，我们第一次检查确实是油温是正，然后同仁在做第二次试送的时候，油才从我们的盖子的旁边那个缝隙那边整个溅出来。台电强调，当时员工拢有照规定穿装备，检测的过程冇符合标准的作业定数，严格设备熊熊烧拍电才会爆炸。目前也搁咧调查原因，严格来检处也是会调查敢有疏失，若是有，将会依法开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